迎大家收睇 WFL 黃福聯閱讀頻道，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劉俊熙 Haley， 我係劉景琪 Louis。喺呢個閱讀頻道，我哋會邀請唔同科目嘅老師或者同學，同我哋分享好睇嘅圖書，幫助同學養成閱讀嘅好習慣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快啲開始今集嘅內容啦！大家好，今日我哋會睇一本繪本，書名叫做《動物奧運會》，作者係文中芬先生。咦，不唔係人類先有奧運會嘅咩？原來動物都有㗎。咁不如我哋一齊去睇下動物嘅奧運會究竟會發生啲咩啦。某一年嘅夏天，人類聚集喺一齊討論奧運會。奧運會一向都係全世界人類一齊參加嘅運動競賽。全世界唔同國家嘅領袖紛紛喺度討論奧運會。正當人類要向全世界發出奧運會嘅邀請函，突然間，一隻雀仔過嚟擔走咗一封邀請函。幾日之後，動物王國就收到邀請函啦。原來雀仔將邀請函送咗去動物王國嗰邊喎。動物們紛紛都開始討論要唔要參加奧運會。樹熊仔就話啦：奧運會咩嚟㗎？長頸鹿就答佢：就係大家聚集埋一齊運動㗎咯。大笨象就話啦：好似好好玩喎。其他動物都話：我好好奇啊，好想一齊去參加。最後，動物決定參加奧運會。幾日之後，佢哋終於嚟到呢個奧運會舉辦嘅國家啦！哇，終於到啦！喺呢度比賽啊！咦，做乜動物都嚟參加嘅？人類覺得非常之驚訝，但係都係決定同動物一齊參加比賽。獅子大王就話啦：多謝你哋嘅邀請啊！但係俾動物們住同埋食嘅地方都好似唔係好合適喎。長頸鹿就話啦：個天花板咁矮，我點入去啊？熊貓先生就話啦：有冇啲新鮮嘅竹葉俾我食㗎？另外，海象先生就話啦：唔該，有冇間房係有泳池俾我㗎？而大笨象就話啦：真係太逼啦，我連門口都入唔到去啊！因此，人類就更加去準備一個俾動物適合嘅房間同埋食物啦。最後，大笨象先生都有一個好舒服嘅一啲乾草嘅被，而長頸鹿先生嘅房間都足夠佢可以入到去啦。而真係有一個有泳池、有水池嘅俾海象先生。開幕典禮開始啦！動物都好似其他國家選手一樣，跟住音樂進場。人哋都係第一次睇到動物嘅選手，都呆咗，直接望住佢哋。動物們一直喺度打招呼，好高興見到大家，你好啊！賽事一開始就狀況連連啦，喺跳遠場上面，鵜鶘選手一下就張開咗個翅膀，一下就飛到好遠啦。
我要抗議啊！不可以打開個翅膀都可以跳遠嘅咩？而拳擊場上面，袋鼠選手手腳並用，睇我出拳啦！哈哈！喂，拳擊淨係可以用手嘅啫，唔可以用腳嘅。跨欄項目裏面，犀牛選手直接將啲欄撞飛咗出去，而射擊比賽，大象選手一直射中紅心，其他選手十分之不滿。喂，咁唔公平㗎！你個鼻哥伸到咁長，咦？究竟動物們參加奧運嘅比賽係咪真係咁唔公平呢？咦？之後仲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比賽，交俾同學們你哋去發現。如果想睇呢一本圖書嘅話，就可以去圖書館去借閱啦。多謝咁多位同學觀看。唔知大家鍾唔鍾意今日閱讀頻道嘅圖書呢？我就覺得好有趣啦。哥哥咁就啱啦，等我約你今日小息去學校圖書館借書啦。好啊，我哋同觀眾講聲拜拜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